好来，乡亲啊，日本的电寿司 Nikiri Sushi 面顶是放咱台湾的控吧，这是台湾版的 Nikiri Sushi， 讲真好食哦。目睭标金看详细，这寿司顶面牌唔是海产，是一块一块控吧。有网友表现创意，将这个寿司结合台湾小吃，控肉饭的头家一个看到了后，将这个二元腿裤3款控吧的寿司行就到，看人客有想要食无？很有创意，对，因为平常都是生鱼片嘛，对啊，但是它是都用它的那个肥油的部分，看起来很 Q 弹，好吃。我手龙先将白饭加甜甜的了，将这个井加取掉，煞来变成一个真完美的形，加塔伫个白饭顶。看起来还有一个形，真是甲加落这个肥的随入嘴内化开，滋味呢。创意料理一个铺上网络，真个网友讲，这要配店内头骨就是生的菜头，味会较好。个来讲，真想要食。一切都是博君一笑啦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所以目前没有说要将这个商品来量产化，因为它的自控真的会比较麻烦一点吧。只能讲这个空巴寿司看起来真好食款，真是乡亲拢想要食看卖，试这个无同款的新滋味。